年菜嘅教育概念就是是投入喺辦公室吹冷氣，就會比抗大亂嘅人韓國國家一等。唔過係講冇按到港中人出汗水水，大家就冇犯好事。農村嘅價值有必要在個本人看到，概念要改變，民農客家長就對教育來做啟示。我哋要對教育體制內外來看，先來看到嘅係國小嘅教育，高雄市民農區兩度國小對2005年起始，盼係頭一擺嘅種族體驗導見，大部分學校就喺鄉下有安好嘅條件，就帶動學生嘅來認識家鄉嘅農業，未來發展。也向體驗作為14年呢，就照等節氣來幫學生嘅做農事，已經變做兩度國小嘅傳統。全教嘅師生鄉下試田國貨嘅野豆，鄉下自己喺土地行來學習。來，박수。他對用劍打插腳，用佢個小朋友行高嘅教育，行業天生嘅教識。一條是我高創出嘅師傅嘅無簡單，一睇田度嘅音樂會，就像一場農村嘅嘉年華。好，看狠一些，然後再把它插到泥土裡面，因為我們這個叫做插秧。棍子拿起來。夏天以前，先生先教學生嘅用嘅師傅會，一個對2005年起始嘅兒童土作體驗，為大家認識看到鄉下合作做好一件事情，馬幫學校嘅發展出一套自家嘅運作模式。像我哋喺土時，一天都會帶小朋友啊，如果喺線上，可能前一天的作業，每年都會分配，就是一些工作天數啊。可是大家真的是樂在其中。像這樣子的體驗，或是因為這樣的體驗而得到的一些滿足感，比如現在是插秧，可是幾個月後它可以收成，那這樣子的過程給孩子看到，我相信在他的心田裡面是比較能夠記得住的。好冰的。春天的早晨又是把寒意，今日屬於那一種夏天的小朋友難都見大腦。夏天嘛，唔是社會同上負面的惡做作，用到個社會土作體驗，鼓勵每個人台海來感受天然嘅溫度。踩下去的時候很軟，然後陷下去很舒服。然後插秧的時候把那個要對着竹竿的紅點插。然後插在竹竿的後面，因為很深嘛，那個泥濘你下去的時候要踩起來會跌倒。可是第二次、第三次、4年級、5年級的時候，他發現其實是很有趣的。你看到5、6年級的時候，他們是幾乎種了整片的田，不是1、2行，而且是欲罷不能。2004年嘅你都一個廢棄嘅教材園吼，都純田的嘛，兩都一來攏喺施我呀，安尼迄邊都把聲音嚟教一下，做間個廢棄嘅教材園都打那邊水田，啊，熟成的時間，你冇聞到嗰個米要拿嚟食的哦，啊，人都嘅生意都曬過家吼，曬都即個剝個一粒一粒剝嘅話呢，微調嘅啦，沒有都半調嘅食啦。2004年，農事科場喺兩度嘅小限係試驗嘅性質，他個人覺得神奇又好教，冇想到就喺第2年真實攀嚟第8嘅合作體驗。學生嘅係咪做阿鳳主任嘅教頭主任黃鳳祥，做得講係一開始就落去規劃發通嘅重要人物。一個多學校大朋友嘅機會，那會值得看得人哋嘅歷史。因為兩度嘅時候過去就是喺教人是個無為。1928年韓家殺過農業補習學校。後來你慢慢地喺做一件事情嘅當中，潛出學校嘅歷史都過於係個農業補習學校咩啊？其實也一種思維嘅事情，應該講家下生意本上都以生活中會讀到嘅事情，只是講有嗰長嘅時間斷起嚟。啊，冇面到啊，你2005年一個思維一個發動，係你話你意外嗬接到啊你嘅歷史啊你啦。除了是我田度還會談論這些種夢同樣嘅農作物，喺兩度嘅社會無條件，小朋友親下去出力，從初上嘅奶路喺田度同條嘅綁起來。就拔毛豆的時候，你可以練觀察力跟體力啊。
你可以观察那豆子上面的虫啊，昆虫，小型的昆虫。冇啥农药也冇啥包皮哦，做地让奶奶嘅同学小朋友考虑把某条。学校呢就把食农教育，当成小朋友的校本课程。我们希望说呢，以客家里三俗、耕读天地书当做小朋友这个校本课程的领略。那我们就从不同的季节，也配合当下时令，在地的农作，也在学校邻近的这些的好邻居提供的这些土地里面，来让带着小朋友实地的操作。20號嘅跳躍農業教室，牛牛嘅跳香蜜，相當人見團跳冷水。小朋友打造綁起來嘅毛跳，經過做下阿爺料理，變做營養午餐嘅一項菜。學校中嘅跳躍雖然無像市場賣嘅按包慢，不過又似又甜嘅味絲。蹦打造的辛苦有嘅代價。我覺得自己採的比較新鮮，而且是現採現吃的，然後比較甜，然後自己吃來有成就感。就是因為這麼多年的推動，然後到現在為止，幾乎在龍渡畢業的孩子，基本上會對他自己吃的食物跟有沒有浪費了這件事情，會是有一定的關心度的。那包括像孩子吃午餐，就會開始注意到盡量不要有廚餘。自家師傅為自家照顧，到係最皮嘅時節，小朋友喺行業田度天樹葉有幾皮。全場冇用農藥、冇施化學皮料嘅做法，係用到嘅時候友善土地嘅方式。一塊全靠時辰鄉下耕耘嘅田丘，同教育體制學習發展到嘅天生，把教小朋友睇國和前，安樣嘅前下來。